而家副計瓜咗，咪順便換個價咯，仲整乜鬼啊？你唔係想將呢副嘢裝落個86度啊嘛？正唔正？呢副鬼係落場嘅喎，你唔係差人拉啊？你個癲佬啊！各位觀眾，你哋好。咁其實今日咧就好高興咧，就請到香港車主權益會嘅大律師，亦都係我哋嘅法律顧問阿曾慶東大律師，就咧同我哋講一講咧關於改裝嘅問題嘅。咁我介紹下自己先，咁我就係朱祖恩，係車主權益會嘅顧問，亦都係香港驗車嘅負責人。咁啊，其實最近咧就有好多人咧都問過一個問題，因為喺應該係早2個禮拜啦，就喺警訊有個節目就講非法改裝嘅問題。咁有好多電話咧嚟到查詢，就問其實喺警訊入邊講個非法改裝個情況咧，同現實嘅情況咧，可能咧係令到一啲讀者啦，或者一啲聽眾啊、觀眾啊都係唔明白嘅。咁所以咧，今日藉住呢個機會咧，就請到阿曾慶東大律師同大家講一講。你好，阿曾大律師。你好，想問一問咧，就現時啊，運輸署嗰個法例，譬如咩叫非法改裝咧？咁同埋改裝呢一條法例喺現時香港係咪會比其他嘅地方落後咧？嗱，其實基本上咧，所有喺香港道路上面行走嘅車輛咧，都必須要向運輸署嗰度註冊，得到佢批准咧，先至可以喺街上面行走嘅。咁而基本上每一架車種喺佢出廠嘅時候咧，廠方都會向運輸署咧提供一啲規格，咁而運輸署咧就會就住呢啲規格咧係作出一個登記，咁令到運輸署有一個基礎咧，就係話呢個車嘅機械結構啊，又或者安全性啊，有一個準則，咁因而咧係就住呢啲條件咧就發出許可證嘅。咁基本上如果理論上任何人將佢嘅車輛改動，作出任何嘅改動，其實都算係改裝車嘅。咁但係有一個情況就係話，其實呢種改動咧係應該係必須要係一個實質上嘅改動。咁譬如話喺架車上面貼啲貼紙得唔得啊？咁咧就有個灰色地帶咯。因為你貼一貼紙之後咧，可能對嗰個車原本嘅機械結構啊係冇影響嘅，甚至外觀都未必有重要性嘅影響。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係將架車由紅色轉咗做黃色咁呢個咧就可能會觸犯咗呢一個改裝車嗰個有關條例嗰個要求啦。咁如果換咗個波棍頭，算唔算改裝咧？嗱，呢度存在一啲灰色地帶嘅。嗱，當一架車要出廠或者係要申請喺香港賣嘅時候咧，佢廠方會就住一啲規格咧向運輸署咧登記咗嘅。咁而運輸署發出許可證，俾呢架車喺街度行或者售賣嘅時候咧，佢係基於呢啲廠方俾佢嘅規格咧嚟到作出一個處理啊咁樣嘅。咁如果有一啲規格，廠方係並冇喺運輸署嘅登記上邊係註冊咗，又或者運輸署咧冇就住某一啲機械結構或者零件咧係要求廠方咧係提出一啲資料，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冇咗一個我哋叫做呢一個reference point 啊，即係冇咗呢一個參考嘅一個標準啦。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咧，可能有時候你換個波棍頭咧，如果廠方係冇登記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未必屬於非法改裝。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逢係唔係原廠嘅設定，或者係原廠提供俾運輸署嗰個標準，咁我改動任何一樣嘢，咁運輸署都有權話我呢架車係改裝，就要求我還原同埋要求我驗車嘅咯。啊，絕對係嘅。嗱，咁其實大家觀眾聽到啦，呢啲法例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當然我唔可以代表大律師立場啦。其實而家啲法例咧根本就我覺得好落後，同埋冇一個界定啊。咁因而咧，可能令到我哋作為車主或者即係道路使用者咧，其實係好容易咧係誤墮法網嘅。咁我相信呢樣嘢，我哋都會透過車主權益會啦，即係向運輸署或者有關嘅政府部門咧，係去要問一問一啲責任，同埋釐清一啲即係條文，究竟點樣先可以保障到我哋車主？嗱，咁今日咧就唔該晒阿曾大律師。咁其實嚟緊咧，我哋仲會請阿曾大律師咧，就住一啲改裝嘅問題咧，係同大家再探討。多謝各位。